没想到梁小龙竟然如此厉害，真係㗎，一個打幾個，然之後啪打。洪金宝作为香港演艺圈的大哥大，敬佩的人少之又少，就算成龙在他面前都得乖乖做小弟。但是他十分佩服自己的一个同行，这个人就是曾在周星驰功夫当中饰演火云邪神的梁小龙。那什么原因让洪金宝对梁小龙如此敬佩呢？洪金宝说，现实中打架其实根本就不像电影中一样，没有招式，没有套路，上来就是一通乱打，画面看起来根本就不好看。电影则是一种艺术，所有動作片我哋都係美化過嘅。他說他只見過一個同行街邊打架就像拍電影一樣。梁小龍，洪金寶就親眼看到過梁小龍打架，這位老兄可以一個打好幾個人，而且動作很大，就像拍電影一樣，既將對方絆倒，又呈現了電影的美感。洪金寶說，這應該是跟他的習慣性格有關係，最主要還是他不怕，不管你對方有多少人，梁小龍都敢於向前衝，而且陣腳絕對不會亂。還有關鍵的一點就是梁小龍曾練過空手道，所以他打架總是能像電影中那樣去將對方打倒。洪金寶說，他至今只見過梁小龍一個人具有這種本領。我係見過呢一個啫。